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張。咁首先今日都好想多謝每一位入場支持我呢個演唱會嘅朋友啦，因為知道要入嚟去喺呢個時間去入嚟去支持我呢個演唱會，其實係一件絕對唔容易嘅事。咁所以都好多謝你哋大家每一位入場支持。咁喺今晚啦。我自己係一個好相信音樂嘅人嚟嘅，我自己都覺得音樂喺呢個咁難過嘅時段係可以俾到一啲力量自己，又或者身邊嘅朋友。咁所以我哋喺今次嘅演唱會都希望用今個 show 嘅力量去俾到大家有一個向前行嘅動力。咁以下落嚟，希望大家可以起立，同我一齊向今次意外嘅朋友默哀1分鐘。希望大家可以喺一個咁沉重嘅而家嘅時刻，可以揾到一個屬於自己嘅呼吸時間。Close your eyes, here is me。 平靜去將呼吸感覺全部放慢。有多久未歇息一晚？來讓我將不安沖淡。迷失與世代聚散。習慣停不低思緒，有時捱到太累，我知停不低苦惱，有時浮躁，你很介意。吸一口氣，撫去你心事，讓我為你寫首詩。無端給比較，偶然迷惘挫敗我知，無端給指責，偶然退縮，你很介意。吸一口氣，默然靜聽，從心中找到冷靜，心聲聽到我來和應。如忐忑焦急，別沉默，感覺像淚眼，要放低的重擔，行累了就夠錯，縱使再有交換，你會撐我停不低思緒，有時捱到太累，我知
我知，未得到公允你浮躁一計，吸一口氣，默然靜聽，舊可惜當你眼淚，可擁緊你脆弱，可修補你眼前路徑。希望喺呢段時間，大家可以俾到勇氣自己，同埋身邊嘅朋友可以手牽手一齊行過呢個難關。加油！希望大家努力。Thank you。嚟緊我就會帶大家進入一個我將寫咗7年嘅一個